OK。芭比，你即马看会到我分享的甘字典的画面？无呢，我听伫个拄则迄个日期9月22啊，2号迄个，嘿啊。安尼表示我这可能爱copy关起来。来，我搁甲定大一个。定大爱定大去我的 email。我 email。Ctrl V send。email 滚起来 ，all inbox。Copy URL Clubhouse Pin Link Pin Link 我甲我的 link 定打新的 Add Link 好，你搁试一下这个 YouTube link 看是毋是？当看到我即马分享的甘字典的查询画面，看会到袂？看到啊。好，看到吼。OK， 甘字典，我拄则分享的是这啦，秘密吼，这是这个台历图书店对这个书的画面伫遮吼，秘密。好，咱讲转来秘密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无啥好讲啦，你家有兴趣再去看吼。主要是讲我想要读的迄本书，其实无讲介好读吼。我来看卖吼，我直接来看。万年金钥。嘿，首先呢，咱一字一字拢来读个对吼，啊无实在是，我记的这字是我先用华语去 search 一个，注音，钥匙这个钥，是安怎读？读做钥吼，钥，或者是钥吼。开门钥就是门锁匙啦吼，钥门什么意思呢？钥柜，拢捌听过。另外是钥吼，锁钥门唔知影钥门。嘿，钥门啊，OK， 好，钥吼钥，我搁查一个这个钥字 ，IOH 钥字伫个书店敢有用到这字？钥吼，就是锁，吼，锁门叫做门钥，门钥就是门的锁，啦，吼，钥门就是甲门锁起来，安尼我今仔才学着吼。钥柜呢，什么意思？锁的绳啊，叫做钥柜。我锁的绳啊，是一个栓门栓，吼，叫做钥柜。然后我今仔才学着吼，钥柜，对，叫做钥柜，哈，钥柜，好。所以万灵金钥就安尼读就对哈，绝对是袂毋对哈。万灵金钥，对。安尼好，咱来我查一下，我看我当找到这本书的吼中英对照 The Master Key System。头前这是伊的算伊的头前的大画头啦吼，画头咱先人过啦吼，咱无。我即嘛先直接，因为我直接看我有法度通翻译这篇啦，用台语来解说这篇嘛吼。好啦，我对画头开始看起哦。It is my privilege to enclose here with Part 1 of the Master Key System. OK， 要读这本书吼，来，咱先甲这个人家写日子这个标题小甲改一下。咱今仔日无讲，咱今仔日读，好。今仔日是，我要安怎查呢？
万灵金玉研讨哦 ，OK。我为什么无法度通这个送出去？我敢若无法度改标题呢？我改好，但是改袂过。可能无法度临时。无法度直接改哦。可能是安尼。好，安尼好，无法度改袂要紧，咱直接来读不管了哈。It is my privilege to enclose here with Part 1 of the Master Key System. 我看人有翻做讲是真用要啊，我来看华语的翻译。当然，读这本书主要目的毋是踮遐咧研究字啦，所以我就袂真正讲逐字拢去甲测出来吼。所以不重要。It is my privilege to enclose here with Part 1 of the Master Key System. 真欢喜伫遮开始来甲即个万灵金玉的第一部分来夹伫遮吼。enclose 啦，就是伊即个批内底夹即篇文章。这个万灵金玉是一开始伫100年前一个函授课程，函授课程，就是写批寄函授课程。这物件，即嘛可能恁已经少年一定毋知影吼，就是较早有一寡课你会当讲报名讲啊，我想要上这个课，伊就譬如讲，这个课是分做30课，一天寄一篇互你啊是讲一礼拜寄一篇互你你看了后壁可能有一寡问题，你甲迄个作业做甲写寄转来伊就第二礼拜你佫寄另外一篇互你看，这个咧函授课程啦这个函字原来学一个函就是批啦对函因为你即个汉字读做函 HAM 第五声函就是批啦伫即只甘蔗店遮批农就是函函授就是用批来寄来授，就是教课啦就是来授的授嘛就是互利嘛叫做授收着人嘛叫做授即只是互利甲批寄互你来来上课的课程叫做函授课程所以伊是本来是一个函授课程，而且是足贵的函授课程毋是一般人买会起是好野人才买会起伊一个伊敢若是一礼拜寄一个课程互你看你若照即个课程上课24节课了伊甲你保证伊会改变你的生活，会改变你的性命，会改变你对即个世界的想法所以咱即嘛就是要看这个，但咱即嘛免钱啦迄人这足贵要上一篇可能以新台票来看，可能是几廿万好，所以即嘛是第一篇。Would you bring into your life more power？ 你敢要互你的生活中有更较侪快乐 ？Get the power consciousness， 安尼你就爱对这个了有这种我要有快乐的这种意识。就是你有即个意识伫，你想要生活中有快乐，你连即个意识你都毋知，你都完全无想着讲我生活中要有快乐，你哪有可能有快乐？你拢想讲我一透早目睭一天开，我就感觉又搁是一工足无聊一工，又搁是足恐怖一工，又搁是紧张的一工，我想着就惊，我今仔日我敢若目睭一抽起，我都无想要去上班。你若是安尼想法的人，今仔日绝对会过来足歹因为你连即个意识都无，你都想要有过了足好一工的即个意识都无，你哪有可能会当有一工是好的呢？More health, get the health consciousness。你想要更加健康，你要有即个意识讲我要更加健康。More happiness， 你想要更加快乐，你就要有即个意识讲我要过来，我要日子要过来足快乐安尼Live the spirit of these things until they become yours by right。甲即寡想法甲即寡你对拄则讲迄寡想法
live the spirit of these things， 就是当作是你生活中的一种 spirit， 就是你生活中就要有一种意识，你伫过每一日的时候，你就要意识着即寡 ，until they become yours by right。是安怎翻？就是一直到有一天你连想都袂想，就是你把手只一提开，你想到一个我又果是真美好一天，你心内自然就浮现即个想法。我真提开今仔日真感谢上帝，我又果会当有一天通生活吼，我会当搁活一天。你每活一天，其实拢是上帝上好一个礼物互你吼。It will then become impossible to keep them from you。那你若活到即种程度，就无即寡物件就无可能会离开你啦吼。你想要快乐，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快乐吼，你已经到迄种自然都是即寡物件道理啊！你想要叫因讲离开就无法度吼，因为你头壳内拢想的拢是即种好的，你想的拢是好物，你想的拢是快乐的，你想的拢是温柔自卑吼，希望吼，愿望，拢是寡好的，哪有可能你生活中会歹呢？吼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are fluid to a power within man by which he rules them。即个世界。are fluid to a power within man by which he rules them. OK， 当一个人吼，有法度掌握这种想法，吼，就是讲我生活中我提开目睭就想到就好。当你有法度掌握这种想法的时阵，即个世界即寡物件都你想的快乐、幸福、吼、快乐。健康，你所想的即寡物件，自然就会留伫你的身躯，食做你的快乐。吼 ，You need not acquire this power。吼，我看伊安怎翻译即个 power 是安怎讲？好，伊讲世间的万物对。你有即种内在的力量，会当来控制因的人来讲，拢是会当改变。你无需要去讲我要去对找即种快乐，毋免即种快乐。什么快乐？就是讲你想要去改变你的生命即种快乐，吼，或者是你要改变即个世界万物的即个快乐，是要对倒来。你毋免去对去找，因为你已经有啊，你本身就有即个快乐，但是你应该去了解，你要去运用伊，你要去掌握伊，去甲伊。注入去你家己的生命当中，安尼你就会当勇往直前，吼，征服头前的整个世界，吼。OK， 我看英文版哈。You need not acquire this power， 你无需要去找这个快乐，讲我要去对找这种快乐。You already have it， 你本身就已经有啊，你本身有这个快乐，伊就伫咧你。心内无不管讲你是一个偌落难、生活过了安怎不如意的一个人，当你目睭提开迄当阵，你就想着讲，我今仔日如果是一天足恐怖的一天，当你安尼想的时阵，迄个快乐就无去，自然就消失。当你想讲感谢上帝，我今仔个活来，虽然讲我昨日过了遮艰苦，我昨日过了遮尔辛苦，但是我今仔日应该会当过了足快乐，应该会当过了足有快乐的。当你安尼想的时候，迄个快乐就来。You already have it, but you want to understand. 但是你需要去了解伊 ，You want to use it. 你要去使用伊，吼，你要去用伊就对了，吼。You want to control it. 你要甲想办法控制伊，甲伊控制掉的。You want to impregnate yourself with it. 就是 impregnate 就是互人有心，叫做 impregnate. You want to impregnate yourself. 你要爱互你家己，敢若掉脱，敢若迄囡仔掉脱伫咧身躯顶安尼，甲伫咧身躯内相款。你有好几种快乐掉脱伫你的身躯内，吼，脱的胎啦，吼，胎盘你的胎，吼。So that you can go forward and carry the world before you， 安尼你才有法度头前来前进，头前行，吼，而且甲即个世界引带即个规个世界来跟缀你头前行，吼。当你目睭提开，你想到是歹时，你其实是无法度进步。但是你目睭提开，你心内充满感谢，讲感谢上帝，
虽然讲我昨即来过得遮艰苦，但是我知我今仔日转有你的引带，有安尼气力，我相信我今仔日过得也足好诶。你无一定要感谢上帝，你要感谢你的妈祖嘛会使，你要感谢你的天公伯也嘛会使，但是你绝对心内一定要想到即项代志。即个宇宙，即个世间，互你生存伫即个空间，互你每一个早起透早7点还是5点半、6点半，互你目睭天开，就甲即个世间互你啊！你就有迄个气力，吼！你要有即个愿望，你要有即个信心，莫一开始就想讲我今仔一定足艰苦啊！阮组长要搁找我麻烦，阮头家对我搁本来就对我就足袂爽诶，最近搁较。可能是吼，你人拢莫即种人拢无应该安尼去受吼，甚至即本书会教你讲，你应该安怎受吼。好，因为你我过来就是 day by day, as you go on and on, as you gain momentum, as your inspiration deepens, as your plans crystallize, as you gain understanding, you will come to realize that this world is no dead.A pile of stones and timber， 这句就等于几段了一句哈。But that it is a living thing。这本书哈，这种写法的、这种作文的这种风格哈，是你也想到这是将近700年，应该是多700年啊，超过700年前的写作的这种风格哈，就是安尼。哦，我进前咧读这个迄本叫啥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 迄敢若是。100毋知偌侪年写吼，超过700年，就是甘伟林因写，但是伊翻做英文吼，迄个风格实在是，哇，读了有些足艰苦，伊一句话写甲落长安尼，所以我有时读甲毋知影读甲倒去吼，啊，这就是迄当阵的风格吼，所以咱即嘛较袂惯势，咱甲切做一块一块来看吼。Day by day, as you go on and on， 每一工。你大家一工安尼过 ，as you gain momentum， 当你得到气力 ，as your inspiration deepens， 当你的 inspiration， 当你的即个动力更较深，动力 inspiration 是安怎翻译我袂晓 ，inspiration 就是一种力量啦吼，激情吼，心内迄种激动的迄种感情吼，当你的感情更较深吼OK, as your plans crystallize， 当你的心内计划成形吼 ，crystallize 就结晶嘛、成型嘛，吼 ，crystal 成形吼。当你心内计划成做就是现啦吼，成形就是现。As you gain understanding， 当你得到了解，你深入了解什么物件 ，you will come to realize that this world is no dead pile of stones and timber。即句话其实足重要，但是一般人无法度通接受啊。就是讲，你会当，你才会开始理解，就是拄则头前讲的迄段歌拢成形，拢是现，拢诚做真诶，拢做到了后，你才会开始理解一项代志。啥物代志？就是即个世界，毋是干那一堆死诶石头尔吼。你可能想到河青吼、鹅牛吼、鹅球吼，你敢若想到鹅球，你就想哇，顶头全死诶石头、土粉，无啥物，就是石头、土粉尔。伊即加上佫有timber吼，你若伫地球，你可能就是石头、土粉，实则是土，就是我死去诶即个柴头尔，毋是。你也理解，即个世界毋是，就算是伫月球。就算伫河青顶头，迄种石头毋是死诶，伊内底所有诶每一个原子内底诶什么电子啥吼，其实拢伫叮当，拢伫叮当，你直转，当然你得爱甲你诶开始，你得爱甲你诶思想揪起来，揪缩甲即迄种原子诶世界，你就会通看着讲，伊伫遐咧叮当。其实原子的世界足好想象，但是就是事实就是安尼吼。原子的世界是我相信你伫读初中、读高中时拢都捌读过讲，迄个啥物，就是什么实验讲拍金箔实验，就是迄个金箔的那个锡箔纸即个玻璃哦，扎一下吼。我今仔日可能读到半暝都袂想要停。
波伫倒位？遮第8个。哎呀！即个波读做坡吼，坡啊坡就是坡啦吼，所以即个坡啊就是即个坡对即个来的款。门篱就是卜，门篱的门帘吼，金卜、下卜、金箔、锡箔吼，或者是金卜、下卜吼，可能是。我毋知吼，即里就是2个音啦吼，可能交破音吼，金卜下卜，金卜下卜吼。OK， 转来遮，转来听他讲吼OK， 对只讲一下，讲到咱读初中的时阵，讲一个叫金箔实验，用即个什么 X-ray 啥物件我袂记吼，就是伊一粒足细粒的迄种粒子吼，粒子拍个金箔，结果呢，拍个金箔的时阵呢，有诶写出去会直直落个，但是有诶可能去弄着遐物件，伊会偏走纸去吼。但是迄个比例是啥啦？比例是安尼，譬如讲拍100分，内底有99分，拢是直直安尼写个，但是其中有一粒就是会走纸去吼，或者是讲拍1000粒内底可能10粒、5粒走纸去，但是其他拢直直都拍个。也就是讲，伫即个原子的世界吼。原子核吼，原子核就是迄个原子核吼。原子核是占足细一部分。伊可能人拢拍比方讲，比如讲，你是一个骹球场，踢骹球的骹球场，原子核差不多是中一粒骹球尔。中就是你甲即个即个骹球场，想做讲就是一粒原子。原子核就是中刻一粒球，迄粒就是原子核。其他迄个足空的所在，迄寡呢，拢是电子你出你讲出没啦吼，出没的所在，咱来看出没台语要安怎讲？我得用出台语来看对应的台语讲法吼。对应中文出没哦，出没吼，中台 TJ 中台理书店写做，伊嘛写中文出没啊，但是我无迄个原册，我毋知影吼。详细我看觅。好，歹势伊无。这有版权的人，伊无爱放互看，你家己去买册来看哈。TJ 中台理书店有翻即个出没即个中文的台语讲法哈。好，咱转来即个原子即个世界哈。好，你着安想，一粒原子就是一个大骹球场，但是呢，即个骹球场所有的所在拢空，啥物物件拢无。敢若中刻一粒骹球，迄粒是原子核。其他的所在总是其他迄个空的所在，但是毋是完全空，伊毋是空。电子可能伫遮死一个，伫遐死一个，伫遮死一个，随时伫遮，伊当时会当咩所在，啥物所在出现，你毋知。你毋通误会吼，讲像咱敢若是咱敢若即个太阳系即个系统，安尼讲中是太阳边啊，即个地球有一个轨道，安尼你说安尼，即个模型是毋对的吼，你若对原子出现，你若想起原子出现即种模型的时阵，是毋对的，迄是毋对的一种模型。正确的一个原子的模型，应该是我拄则安尼讲的。中一粒原子核，原子核吼，敢若中一粒原子核，外口全空一片。空，但是伊毋是完全空，伊就是一粒电子伫遮死一个，遐死一个，毋知当时伫啥物所在出现，你毋知。这就是人讲量子的世界，量子世界，量子力学内底讲的说，就是讲伊的出没是你无法度知影，你毋知影。但是你甲，譬如讲，我即马去甲观察一下，我甲看一下，你看会到伊伫遮出现，但是你后尾搁看的时阵，伊踮咧对出现，你毋知吼。
OK， 这就是原子的这个世界。真正有物件的所在，敢若中一滴滴啊，其他拢空。你想看嘛？你规身躯内，你即马组成你即个身躯所有的原子，其实拢是空的。你会感觉足奇怪，拢是空的。当然有电子啊，伫遮写出遐出的，但是你毋知伊伫倒位，迄其实拢是空的啦吼。你若真正要找时，你会当找到一条电子，而且这是看是电子，迄个原子数是第几啦吼？16就有16个电子哈，17就17粒电子吼。啊，你的身体，譬如讲拢是碳嘛，碳吼，碳是12吼，都所有12粒电子安尼吼。吼，即个 OK， 我要讲的是讲，迄电子伫遐死的，就是伫遐你叮当啦吼，所以你身躯是由一个原子核伫中啊，迄个伫外口你叮当迄寡电子哦，遮动遐动。我讲忽然间遮出现，但是你嘛会当安尼想，就是伊踮遐你叮当哦，但是毋知伫倒你叮当。所以有人咧为即个原子的模型时，就为安尼中一粒原子核啊边仔就敢若一个云大条的吼，迄叫做电子云啊。但是这始终是毋是云啊吼，就是讲因为伊伫咧倒位出现。毋知嘛？你规个就为敢若云雾伫遐安尼吼，所以这才是原子的正确即个模型吼。好，那我为什么讲到遮来？讲即个世界所组成的原子，伊都毋是死的，伊迄个电子是会出物的吼，是遮出现遐阵敢若萤火虫遮走来走去的。所以你所理解讲，敢若即个世界是死的，你想着讲月亮顶头所有一切拢。叫做袭击吼，死寂，拢无啥物，拢袭击，伊毋是袭击。顶头每一粒石头内底所有的每一粒原子，拢是你叮当的。哦，当然这是即马以咱对科学的认识，会当安尼来讲，都100年前，其实100年前伊嘛应该知影啦吼。所以你伫内底会看会到伊即个度假应用迄当中100年前伊所理解的一寡科学知识吼。你毋通想讲100年前偌久呢？其实爱因斯坦则伊迄个迄寡理论，迄寡应该算理论啦吼。迄寡什么定律，拢是伫100年前出现的呢。伊当人100年前人已经都写出即寡物件吼。爱因斯坦吼，我用中文查一下即个，看一下爱因斯坦伊的。伊基百科哦，1955年4个过身吼，但是伊的相对论是当时呢，我看卖相对论，伊发表相对论的时阵是当时吼学术生涯。共一年发表，哦 ，OK， 共一年是当时1905年哦，已经过超过100年啊，120几年啊吼，伊就已经发表什么狭义相对论，我应该这个狭义我应该读到了，我搁查一下简字典。协吼，歹势我谈着吼，协吼，所以就是狭义相对论吼，狭义或者是话义啦吼，话就是话括话吼，话吼就是就狭隘，就是话吼。但是咱若今仔要读即个文图吼，协义相对论吼，相对论吼。100年前人伊就已经发表迄种狭义相对论吼，你毋通想讲哇，这是足新的无，已经无够新，因为毋是啦，已经100年啊吼。所以100年前迄当中，即个度假咱无小解伊名吼，等有机会再看吼。伊就迄当中就已经，伊就知影即寡，伊就迄当中伊透过迄当中的报纸啦吼，传播媒体啥，伊就已经知影有即寡理论伫遐，所以。迄当中，伊就借用迄当中所发表的一寡科学的即种讲法来写伫伊即本书内底吼。所以伊毋是毋知吼，伊是知影。所以伊安尼讲的时阵，其实伊是知影，伊确实是知影讲，即个世界毋是死的石头啊，毋是讲看到石头伫遐囥伫遐100年拢袂叮当，拢伫遐。
其实伊伫内底一直咧叮当，伊个原子内底电子一直拢咧叮当吼。OK， 好，所以 you will come to realize that this world is no dead pile of stones and timber。当你头前我所讲的迄句，你拢学起来，你透早天开你的目睭，你就想着好诶，你就想快乐诶，你就想着健康，你就想着成功诶时阵，其实迄当阵，伫咧即当阵，你都会当理解讲，即个世界真正毋是死诶，吼，毋是死诶，是活诶。But that it is a living thing， 伊是活诶 ，it is made up of the beating heart of humanity. It is a thing of life and beauty. 即个世界是用人类去跳动即个心脏，吼，是你叮当去啵啵啵，吼，是你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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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伫咧跳，伫咧跳。即个世界是伫咧跳。It is a thing of life and beauty. 即个世界是生命，是美好，是美丽，是 beauty， 吼，是美。即个世界遮尔好，你会当目睭开开，活伫即个世界，你爱感谢，你真正心内爱满心感谢。你毋通讲想着我又搁是来受苦诶。咱人出世来即个世间是来受罪，咱人出世来世间是来活，是来咧行罪，毋通用即种负面诶想法。当你安尼想时，你就真正行袂了诶这步，毋通安尼想吼。It is evident that it requires understanding to work with the material of this description. It is evident that it requires understanding to work with the material of this description. But those who come into this understanding are inspired by a new light, a new force. They gain confidence and greater power each day. OK， 你要对这种想法吼，咱就是这本书内底所要讲的这寡想法，你要理解，其实你需要就是你需要去理解哈，你需要去理解伊是按怎啊哩运作的哈。But those who come into this understanding， 但是你已经理解的人 are inspired by a new life。你只要你理解，你会受到一种新的光明、新的光，你那个你会甲你启示就对了哈。你会受到一个新的光的这个 inspire， 就是甲你激动起来哈。A new force， 你会感受到一种新的快乐。They gain confidence and greater power each day。你逐工拢会得到新的自信 ，confidence， 你有信心，你会当得到更加大的快乐，逐工拢会当得到。They realize their hopes and their dreams come true， 会当互你的愿望达成，会当互你的会当互你心内所想的会当成，会当成做真。Life has a deeper, fuller, clear meaning than before。你的生活会当更加有一种更加深入、更加圆满、更加明确、透明、更加光明的意义吼。比以早你毋捌的时阵，会当更加有即寡物件，就是你较早毋捌，所以你无法度过来遮尔深入，你生活无法度遮尔深入、遮尔圆满、遮尔光明。以后你就会使，因为你了解，你开始了解这项代志啊。And now part 1， 所以咱开始来读第一课。9:28分，毋是，我只9:28分，所以已经1点钟啊，吼。OK。所以，因为第一课还未开始读，就已经大回头了。第一课已经结束啊。OK， 芭比，你有咧听无？我有咧听。安尼哦，你有介意听无？我有介意啊。我对即种我是真有共鸣共振的，我知影伊咧讲啥。OK， 所以呢，第一课呢，其实我当然我就想要甲。伫咱遮写日志读煞吼，所以譬如讲，咱一礼拜读，起码一礼拜读3工吼，可能咱读1工安尼咱遮写日志，可能佫读甲毋知要对一年对一冬啊。所以咱先甲咱遮写日志紧甲读了，我再找时间来读即个万能金钥吼，用即种方法来读。当然我主要是读英文版啦吼，中文版我无啥爱读中文版翻译过度啊，过头啦。有时啊会比我翻过，可能我已经翻足过头啊，伊翻比我过头吼。OK， 所以呢，今仔日咱就用头一句来结束啦吼。头一句讲啥？头一句讲
That much gathers more is true on every plane of existence, and that loss leads to greater loss is equally true. 这句话吼，其实你要翻就歹翻吼，但是简单讲就是讲吼，迄什么，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句话是真实的吼。或者当然安尼发无介真实的吼，真实应该是 that much gathers more is true， 就是你有搁较侪人，你会当得到搁较侪吼。这无一定讲是爱好个吼，就是讲你有心内有较侪，或者是你本来就是有气力的人，你就会当得到搁较侪。就是你有的人会搁较有吼。那简单讲就是你有的人会搁较有 on every plane of existence, and that loss leads to greater loss is equally true。但是呢，失去的人或者是你无的人会搁较无吼，所以即句话咱简单安尼来翻，有的人会搁较有，无的人会搁较无。即句话确实是真，即句话确实是真，即句话嘛等于甲即几本字拢点出来。即本话即本字就是讲安尼，有的人要搁较有，有的人会当搁较有，无的人会搁较无。所以你绝对毋通想无，你嘛毋通想讲我无迄个才调，我无，拢毋通想即种负面的。你爱想好的，你爱想讲我有，我一定有，我绝对有，我有迄个气力，我有迄种物件，我有即个规个世界拢会来帮助你，互你有，吼，你就安尼想。即本书的重点就是安尼尔，吼。OK， 有人可能听袂落就走离开啊。OK。好，当然后壁会一再直讲，为虾米讲你有的人搁较有，无的人搁较无。其实吼，我连买股票就是安尼，我无咧研究说这啥物，这个股票是你做啥物事业，做啥物头路，我拢买迄种趁钱的就对啦。伊就本身你趁钱的股票，我就买即种的就对啦吼。我买股票，迄行迄板路拢小箱吼，就是直顶头冲起的迄种，我拢买即种股票。OK， 所以我拢趁钱吼。OK， 我嘛是安尼，我最近变做怎么念台积电的股东。对啊，你买台积电，你绝对会了，因为台积电等你趁钱，你无你绝对趁搁较侪吼。你若有迄钱，所以你甲台积电甲买，台积电甲买。我无研究哦，我就想讲，时间，我感觉我进前我是下一个弯，因为我本来就无咧研究这啊，房间内有一寡人因咧讨论早着买参像药文啊啥啊，买伊是买毋是买台积电，买0050啥迄款的，就是应该讲股票的代志，但是我拢无识啊。我伊哪伫画图的时阵，听着因咧开讲，我就听因讲迄种起价足悬安怎我有机会我就想讲，无安尼，我若是买的时阵就爱落价，然后结果我最近我就是，这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下完啊，就有一件代志，我就甲处理。我顶礼拜拜五的时阵，我就想讲，无差不多，无来买一个，因为拄好马文甲我讲会使买啥物零股安尼啊，因为我网络顶端拄开我新手小白，我就足侪限制，啥物，比如讲迄个。调额嘛，敢若是会使是上悬嘛100尔，100就无可能买台积电啊，所以无可能一张安尼买。马文进前拄好就有甲我讲，就免等啊，有的人就是一点买，伊讲伊家己就是安尼。我讲了解好，就甲我讲。结果我就想讲好，伊讲我就安尼甲买。有文听着搁对啊，伊讲伊惊着，伊讲伊因为我。因才是专业的，伊一看讲，哇，那按落价甲安尼，我就讲，我就笑，我就讲，我进前毋是会员讲，反正伊安怎起落袂要紧，但是我本人要买的时阵就一定爱落价，而且是我心中是啥物设备咧？因为进前我问甲我讲的时阵，伊讲甲我，是哪开讲？伊讲有，就是几当前有人就讲。一直互人笑讲什么1450，结果就足侪人就去看迄台积电1450，就去买台积电安尼，就足侪人去当阵就走去买，所以我有即个设立我买的时阵，我下完的时阵想讲，伊若落价爱比即个设立搁较低，安尼，结果搁真诶咧，我开个 app， 我开始要来买的时阵，竟然因为零购较贵嘛，就差不多1435安尼，就好笑诶。我感觉所有诶代志拢就好笑。我今仔日就看这，敢若搁起啊，就安尼。因为雷亚因一寡人听着，咱讲妈比你后回要买时阵先讲好无？就好笑。
就是讲。基本上吼，即本书伊嘛袂甲你教讲哦，你安怎买股票才会趁钱？伊无甲你教讲哦，你来啥物操作策略吼，啥物买进攻的即种方法拢无。但是伊嘛等于所有拢甲你讲诶，比如讲即句话就甲你讲一切，就是讲你有诶人你会得搁较济，你有诶人搁较有，你强诶搁较强，你弱诶人会搁较弱。所以你就是去买强诶股票，买强诶股票就对，你绝对会趁钱吼。伊就是无甲你讲你绝对趁钱，意思就是讲你绝会互你搁较好诶方向来发展吼。所以我就介意，我就介意阿公讲反你，就是讲有诶人对，有诶搁较有，我真正就有对，我真正就有感诶。嘿啊，有诶搁较有，无诶会搁较无。嘿，你若就你种想无，就会搁较无。你有诶绝对搁较有，吼，就是安尼。所以即句话咧，咱甲翻译安尼，以后就定来想着即句话。有诶搁较有，无诶搁较无，吼。啊，我知影讲左派人就讨厌听到这个。哦啊，恁若要搁较有左派同想啊，我要帮助无诶，我要帮助迄个，我要扶持弱小吼。无毋对，因讲诶时阵，人事实是安，但是你变成要扶持，你本身你有咧开力无？你家己就无迄个开力，你身躯你扣到1年无轻轻活来无3000箍，你讲你要甲人帮助，你要帮助啥？你凊彩你若今仔日我拖啊一拍开内底5万箍，我帮助啥物人，我就帮助啥物人，吼。所以毋通去表面去像左派犯一个足严重的错误，拢用表面去想，用表面去思考尔。其实深入的物件就是安尼。深入我毋是讲深入有偌济学问，无学问就足简单，就是有诶搁较有，无诶搁较无。吼，你希望你搁较有，你绝对要搁较有诶方向去做。啊，但是当然咱毋是讲咱就袂去帮助弱小诶人，咱以后察着才知影。咱真正有即种想法，颠倒会有搁较侪开力，搁愿意搁较去帮助别人，绝对搁较愿意去帮助别人。吼，好 ，OK， 到遮就好，咱以后再来谈这本书啦，吼。好，多谢好，安尼甲大家鼓励一下，吼，好，安尼到遮再会，拜拜。再会。